谢谢。好听吗？好听。可是你们听不懂呢。没有附翻译啊。没关系，有外 CD，CD 里面有附中文歌词。听起来那个口气怎么样？很像法国人。我这来台湾20多年，所以中文比较好一点。很好听，对不对？有像法文吗？有吗？啊，你法文好？咦，你嘴巴很甜哦。我蚂蚁拍一下。好，就是这是阿美族的话，然后里面我们常常用这种话来唱歌，所以听不懂没关系，就当做纯粹听来听音乐这样子。然后我也试着用这种，因为很少人用母语来创作。前面有前辈啊，有陈建宁大哥，还有纪晓君姐姐。但是他们的主打都是用中文啊，就我想说有没有用主打用原住民的语言来创作这样。当然大家会觉得那个文化的感觉很浓厚的话，觉得没有包袱，会不会？不会。没有，现在的台湾的风气比较不一样，因为你们都听日文歌，都听韩文歌，我都讲了我是法国来的，你们连包装都看起来很像。不相信的话，连 MV 都看起来很像。不信的话，然后我这次也是花了很多力气呢，跟公司来说，跟我们制作人来说，我要做一张全部母语专辑，可是老板会怕，因为大家听不懂，所以销售量会不好。然后我想说，那我可不可以就是让大家试着用不一样的音乐元素来接受这样？然后我写了一首歌是电音的，当主打歌曲。可是这边是书店呢。没关系嘛，开心吗？没有关系，我今天有带我的大荧幕，我们就一样用演唱会的规格这样子，放大荧幕。然后我想说要唱电影，可能人家会傻眼吧，那我看 MV 好了，看原住民的音乐如何走到现在这一步这样。然后这个 MV 也很有趣，就是我试着用电子音乐，然后但是用大家喜欢的音乐元素，但是又加上我们自己阿美族。我爱跳舞，你知道吗？阿美族是，你看过《九州文化村》里面跳最猛大概就是阿美族了，就是6K7的那种。虽然我没有，那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MV，然后请大家欣赏这首《搞吧》，掌声。